到 iPad 班，咁樣會易啲學習，又要嘥啲錢去買個 iPad 同埋 iPhone 俾我哋學習，感謝你。最緊要嘅係多謝爸爸媽媽幫我買 iPad，要多謝爹哋媽、爸爸媽媽。我要多謝我爸爸媽媽，因為我最中意我做屋企人同埋老師，係啦，多謝媽咪俾我入 iPad。首先我要多謝班主任咁係教導我，同埋多謝媽咪嘅。我要多謝班主任同埋家人、爸爸媽媽。我要多謝老師教導我。好多謝老師嘅教導同埋家人嘅每一位老師都好好，同埋我覺得陳老師同埋李老師都教得我哋好好啦。就多謝老師同學嘅幫助，咁想多謝我嘅屋企人同埋老師教咗好多嘢，都多謝老師。教識我哋好多喺 iPad 裏面嘅知識。溫書嘅時候咧，要俾我自己試下默。電子班啦，我喺電子班都學咗好多嘢。我覺得入咗 iPad 班嗰陣咧，用 iPad 好方便啦，可以上網查資料啦，即係可以用啲 Apps 嚟做啲功課，仲有可以啲通告啦，都係電子通告，唔使派。即係希望4年班可以學得更好。因為咧，我有時試喺堂，唔知畫乜嘢可以揾到點樣畫，所以我就覺得讀 iPad 班好啲。iPad 可以學到更多嘅知識，因為可以快啲，好方便。我會感受咗深，因為我學咗好多嘢，仲有可以用 iPad 嚟學習。